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走势比下跌恐怕还让人难受。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了8个点，上涨幅度是0.18%。深圳成指不涨不跌，创业板指数涨了0.25%，科创板跌了是0.97%。从沪指看，明显国家队最后的时候又出力了，下午护盘的决心很大，指数坚决落实这个村里的指示，防止股指大起大落。不过两市成交额，沪深两市只有1.7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少了将近2000亿，也就是说很多资金已经撤出了。如果不是国家队出手，那恐怕这个指数又是惨不忍睹。沪深两市下跌是3945家，上涨是1148家，也就是80%几的股票都在下跌。所以说今天虽然沪指涨了一点，但是金融消费者再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赢了指数输了钱。国家队出手也避免了沪指4连阴的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个形态不太好看，加上缩量，这个指数牛市接下来讲什么故事，怎么继续？不过外围市场似乎也没好到哪里去。昨天晚上是吧，当地时间11月18号，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498点，跌幅是1.07%。标普500指数跌0.8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2%，主要是科技股下跌，亚马逊、微软、英伟达、特斯拉都在跌。我记得1个月前，美国很多媒体就在警示人工智能泡沫、科技股泡沫。咱们在节目也说过好几次，现在给人感觉这个科技股的泡沫是不是正在破裂？你看这个高盛警告美股过度乐观 ，AI 热潮推动华尔街创纪录。市场或过度乐观。高盛在周日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警告，市场可能已过于乐观。围绕人工智能的狂热情绪，近期催生了数千亿美元的股市市值，但分析师表示，许多潜在的收益可能已提前反映在股价中。投资者在创新阶段往往会走向极端，他们过度汇总和推演趋势。分析师写道，个别企业可能在特定阶段实现惊人的利润增长，但这并不必然适用于整个行业。高盛指出，若投资者认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上的众多参与者都能实现高额利润增长，将导致市场层面营收和利润预期被高估。分析师强调的另一大风险是，市场误以为早期收益能长期持续，尽管生产率提升，初期可能推高利润，但随着时间推移，竞争压力和新的投资往往会抵消这些优势。高盛开始警告美股过度乐观。实际上，我记得高盛前几天还是看好美股的，高盛变脸也够快，连跌2天，高盛就变脸了。当然了，这些外资机构依然看好胡适。首先是上海证券报报道说，最新披露的美国13F 文件显示，华尔街多家投资机构在今年第3季度加大了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力度。其中，中国海外互联网 ETF 获得美国银行、瑞银集团等大型金融机构以及千禧管理、索罗斯基金等知名对冲基金的大幅增持。多家机构认为，中国资产，尤其是科技板块配置价值正显著提升。这个瑞银甚至还高呼是时候将目光投向中国了，卖出美国的科技股，买入中国科技股。瑞银再唱多中国股市。近日，伴随着 AI 泡沫担忧加剧，美国科技股持续遭到猛烈的抛售。在此背景下，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最新喊话：中国的人工智能股票值得一看。瑞银全球财富管理策略师日前表示，中国科技板块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方式来平衡美国科技股持仓。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瑞银策略师本周第2次唱多中国股市。尽管全球科技股眼下正遭遇回调，但中国股市却迎来多家外资投行唱多。除了瑞银、大摩还有摩根大通都对中国股市做出乐观的预期。怎么说？首先欢迎他们实盘操作，不要模拟盘。第二个，最好是说到做到，看好你就买，不要一边唱多一边撤退。第三个，欢迎这些外资机构到胡适来交学费，毕竟咱们的社保基金要赚钱，光靠国内的小散户来喂也不够。这一点我倒是希望外资赶紧来，也尝一下咱们社保基金镰刀的厉害。
要不然你说社保基金赚谁的钱去？就靠这些小散户，就专割建功爷叔也不合适。建功爷叔割的你看看血里哗啦的，完了你还给他发了养老金，建功爷叔他又加仓，这也形成了个闭环。你看爷叔他每次养老金一发，他要拿出多少钱出来加仓，这个钱又被社保基金给割走了，又给他发养老金。你说这叫什么事？大家可以看视频。今天到外滩来法律咨询啊，有人说建功爷叔是劳改犯，他今天要来法律咨询。今天来找法律。来，王律师，跟着王律师啊。王会在楼上对吧？王会在楼上。我是他的那个助理。哎，建功爷叔，他助理来接他的啊。哎。接受法律援助。对，法律援助。对的啊。建功爷叔现在是网红了，网红呢，网上碰到很多。受侵犯啊。网暴的很多，所以要来法律咨询一下。对，建功爷叔，你看人都瘦了，这段时间网暴的太厉害了。有痛苦就讲出来，也是他们事务所受你儿子媳妇的委托。今天来给你法律援助。那个是欢迎这个建功王辉。对，好，出来，真的感情。建功爷叔总算找到，喊累哦，建功爷叔喊了累哦，哎呦，真的。法律援助的。等一下啊。对。好，建功爷叔今天来法律援助了啊，终于找到他的恩人王大律师了。看这里啊。对。好，看这里啊。绿远律师事务所。对。找到了组织，可以。爷叔一个80多岁的人炒股票深套，这10几年来生活都是可以说过得非常潦草，裤子没钱补，牙也没钱换，装个假牙，生活质量堪忧。但是就这么一个老人，也是意外中在自媒体时代火了一下。但是他个人从自媒体流量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咱还不知道，不太清楚。但是随之而来的网暴、污名化、造谣，这个肯定是的，给这个老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网上确实有很多人心里阴暗了、扭曲。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不如意，也受到很多委屈，不敢声张。上班被小头目批评，路上可能被交警拦下罚款等等。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如意解决不了，他把这个怒气，他愿意在网上通过敲键盘的方式发泄出来，也不在乎发泄对象，就对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也对他也没什么影响的一个老头，就这么造谣就污蔑。你可以看热闹，你也可以调侃，但是造谣污蔑这些对人恨之入骨，这也就过了。所以这个爷叔他找律师要维权，要告这些人，我觉得没毛病。对那些造谣抹黑的，你就说他一个老头，你有什么好造谣的？建功爷叔只是千万个散户的一个缩影，他可以说是个标准的散户，执着就咬定一只股票，死不撒手，不敢换仓，也不甘心换仓。他害怕一换仓，他妈这股票就涨起来了。他已经悟了10几年，只要他一卖，他就要涨，不敢换，他也不甘心。咱们中国人受教育，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你在这只股票上亏了钱，非得在这只股票上赚回来，这叫不甘心。省吃俭用加仓，万一上海建工要是退市了，我不知道这个爷叔能不能经得住打击。我知道万一这可保不齐，毕竟它股价才2块多，股价如果跌到1块，1块以下，那面值就要退市。咱们还是说海外机构看多中国股市汇丰认为，在众多新兴市场中，中国股市已成为全球机构投资者的首选。那我们看看这个国内的机构是怎么看。声望宏源策略展望2026年说下半年 A 股有望迎普涨行情。声望宏源研究 A 股策略首席分析师认为， A 股 AI 产业链股价已经处于长期低性价比区域，但大波段上行行情尚未结束。2026年春季前，科技成长可能还有小波段反弹，在达到阶段性高点后，可能震荡调整。2026年下半年 A 股可能启动全面上涨行情。给这些被套的小散户一竿子又支到明年去了，明年下半年。也就是说，建功爷叔这样的人，你等着明年下半年看看你的股票有没有戏。这就是声望宏源的这个观点，明年下半年普涨行情。高盛不仅唱多这个胡适，高盛最近好像唱多中国经济。高盛最近把中国 GDP 预测
大幅上调0.5个百分点。他认为2026年达到4.8%，2027年上调0.7个百分点至4.7%。这是高盛过去10年来对中国 GDP 预测的最大一次单次上调。而且高盛为什么要上调中国的 GDP 呢？基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它是出口增长超预期；第二个，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持续上升；第三个是中国议价能力显著增强；第四个是其他国家不愿对中国实施对等贸易壁垒。中国在稀土等关键供应链上的战略主导地位，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更大制约，而美国拥有一定的反制筹码。新兴市场国家为了继续吸引中国的投资，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出口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高盛它基于中国 GDP 每因出口加速多增长1个百分点，欧元区整体增长就要下行0.3个百分点，其中德国、意大利及其工业卫星国受到影响更大。那高盛的观点就是中国在竞争中挤占了欧洲的份额。鉴于高盛过去这个预测基本上有点反向指标的意思。高盛对中国房地产的预测基本上没准过我感觉这个有点捧杀的意思就有点这个叫满满的求生欲，可以理解成高盛为了力保在中国的业务。今天沪市的水产股全涨停，暴涨一波。什么原因？我看媒体报道说，中方向日方通报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根据日本媒体19日报道，中国政府已向日本政府通报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因为不买日本的水产品，所以咱们的养殖股就暂停。我记得咱们允许买日本的水产品还没多长时间，前一阵子是因为什么海水污染是吧？咱们坚决不吃日本的水产品。后来前不久是吧，说又能吃了，经过检测这又不能吃了。我们再看一则报道，财经杂志他说，香港富翁数因股市水涨船高，香港千万富翁较去年增加5000人。随着2025年当地股市持续畅旺产生的财富效应，中国香港特区的居民身家再次出现水涨船高现象。11月18号，花旗香港方面公布了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香港的千万富翁人数已达39.5万人，比2024年增加5000人，就是增加了 1.2%。这些富翁人数流动资产中中位数是1000万元，资产净值中位数2050万元，比5年前1550万元增加约 32%。 花旗银行投资策略及资产配置主管表示，因今年股票市场畅旺令投资回报率增加，香港千万富翁总资产净值中位数较5年前有所上升。此外，随着股市、本地楼市展望向好，2026年中国香港的千万富翁人数有机会进一步增加。沪市的这个千万富翁人数肯定也增加了，毕竟有人赚钱了。昨天咱们公布的一个数字，有 5% 的人赚钱， 80% 的人赔钱，这个就是牛市。那 5% 那也是增加了。通过股市实现的这种财富分配，实际上加剧了贫富分化。你想的比较直观一点，就是建功爷叔这样的人割肉，拿自己的养老金给富人，喂出少数的富人出来，不就这个道理吗？按理来说，正常的资本市场不应该这样。正常的资本市场是通过这些上市公司它去盈利，赚的钱给大家分红。这个还有一些成长性企业，因为它的市值不断的扩大，让投资者一起成长。但是沪市不是，沪市是个零和博弈，你赚的钱那就是别人赔的钱，有人赚钱了，那必须有人赔钱。香港市场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没炒过。我不知道香港市场，因为它开放的，人家海外投资者可以直接去，咱们这还是个封闭的市场，是个零和博弈啊。社保基金要赚钱，每年要赚7%、8%，那这个钱谁出？当然了，这个对于散户来说也有好消息，这个是散户的福音。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炒股亏了，保险兜底，月收益高达100%。安我股保，这是一个保险的业务的名字，说宣称推出全网首款炒股保险，2大机构连忙撇清关系。你说还有这么好事？你去安心炒股对吧？你买个保险，你去炒股吧，赔了我给你赔。我靠，这如果有一款产品承诺为你兜底炒股的亏损，让你坐享每月翻倍的收益，你会相信吗？王明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一开始内心是抗拒的。但资料里
项目背靠着香港正规保险公司，并由中信证券作为战略合作机构，参与规则更是简单到不可思议。你只需要快捷投保，有人帮你选股，赚钱了分保险公司30%收益，亏钱了保险公司全赔。这简直是这不就是保赚不赔吗？推荐人发来的收益表上，6000元本金在1年后竟能变成164万，对吧？都到这份上了，这个还不报警干什么呢？那警察还不去抓？这不就是诈骗吗？非要酿成血案，对吧？酿成好多人亏损，受害者去维权，你才抓，就到这儿就可以抓人了，对不对？于是，一向谨慎的王明也动摇了。他说：“背靠香港的保险公司，这听起来很可靠，保险兜底给了我很多安全感，而且我在香港保监局确实查到了这家保险公司。”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投资人身份暗访发现，这款号称背靠香港保险公司的产品背后疑点重重，股票不可能投保。有行业专家向记者表示，即便是创新类产品，也必须保险监管部门开放资格，定好门槛和规则，而且每一家公司每一款产品都要监管审批同意才可以销售。香港地区也是一样的。那个不是我们的，是骗人的。记者以客户身份致电香港安我保险官方电话，客服人员在听到安我股保的名字后连连否认，一再强调这个平台跟香港安我保险没有关系。这个也挺好的，把韭菜根这个刨一刨，免得韭菜太多扰乱市场。这韭菜太多了也扰乱市场。你说那韭菜都冲到沪市里面，净炒什么福日股份啊，连拉8个涨停，这都是韭菜太多导致的。这都属于劣质韭菜，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高质量韭菜，把劣质韭菜把它根儿刨掉。那怎么刨？那就让这些什么安我股保有请他们出马呀，来刨这个韭菜根儿。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胡静老师最近恐怕没少赚。我看了一下，胡静老师在积极的跟日本做斗争的同时，也偶尔关注一下国内的这些韭菜水深火热啊。这胡静老师今天农村农业部叫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他写了个微博，这个非常长。但是农村农业部日前召开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好返乡回流、脱贫人口、促就业专项行动。写的非常长，但是跟以往的评论不同的是，没有说老胡认为。整个这个评论我把它看完之后，写的非常多，但似乎又什么都没说。他最后说还是要更多吸纳农村劳动力，巩固中国城镇化大潮中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大格局，从根本上化解返乡滞乡这个问题，让农村的发展更有质量和可控性，成为现代化脉络的一部分。隐约之中，这个感觉胡一金老师心有不甘，因为这个不是农村这2部委刚发的文件吗？不允许老干部下乡买宅基地。我看有好多大聪明，连基本的这个报道都看不懂，基本逻辑也搞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大聪明，脑子不太好使。完了他教育别人，说什么你不懂什么王朝什么周期率，土地兼并，一个王朝就结束了。王朝的结束往往都是土地兼并开始的。胡一金老师到农村买宅基地，那宅基地也不是他的，买的是70年的使用权。就是你的什么智商，你认为胡一金老师买宅基地就是他的？这个跟你城里面买房子是一个道理。你在城里面买的别墅，那个地是你的吗？70年使用权你不懂，根本逻辑不懂，他也上来讨论问题。没事多看点书，多听听。胡一金老师去农村买宅基地，那也是买70年使用权，懂不懂？什么兼并土地，谁给你兼并？想多了。胡一金老师在这个问题上面不方便发言，因为前面刚画了红线。胡一金老师说多了，以为胡一金老师真要去买地，所以说他只好这个也不知所云，说了一大堆，没搞明白他什么意思。相当于没说，那就是不甘心。他内心深处是想去买地，在那儿盖房子的，过田园生活，这样才叫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这样才是叫提高农村叫高质量发展。对，因为胡一金老师代表着高质量，他去了农村，那就是高质量发展。这么解释没毛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